昨昏南海公路摩天路段有石头放落来，造成双向无法度通车。另外，测试的时伫竹东122县道，嘛有大粒石头连落来，险险去隔着警察甲民众。这两件事件判断拢是因为最近有地震加上烈落雨造成的。我明仔载伫山道看到惊人的情形。大石头连落路面，发出正大声音，土山飞起来，碎石头的一直连落来，在场民众的环境马上回头向命铁力差点被弄伤，场面是真惊险。本件落石坍方所幸无人受伤，目前已清除完毕，并恢复通车。这是在测试暗时7点外，新德县竹东镇112县道79公里的所在，向有石头连落来。县政府初步判断，这所在是地质研究部分开风化，加上最近地震，这几天各路大雨，这些因素造成土石连落来。刚刚我的车就在那边，然后这边看，然后我想说，录一下好了，没有录5秒钟。落石就整个就下来了。我也请新竹县政府能够去评估民隧道的一个延伸。这条路条条路石，当地民代建议沿湖替代道路，或者是起民望康防护。不过县政府回应初步建议用现更，或者是暂缓这措施补强。按内情形，南海公路也常常出现。南横公路155K 加200立园路段及161K 加100摩天路段。自春节连续假期以来，受地震因素及天候因素影响，不定期发生边坡落石情形。怪手礼拜六才连来石头，南海公路真侪路段，春节假期真侪摆开放各通路。提5早起6点半，摩天路段各路石，阻断双向道路通行。早起搁要落雨，高公局表示，西街山区道路可能风险会增加。东北季风还有风大的时候，也有可能发生落石。进入山区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说，前面是不是有石头还是掉落？山区车路条条石头连来，虽然环境真复杂，不过地动天气不稳定这因素，拢提悬土石松起的可能，在地山路都要较注意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